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7，诗篇26篇11节到12节安尼讲：若是我要照正直来行，求你救赎我，怜悯我。我的脚徛伫边塔的所在，我要伫大会中称赞上主。三甲来祈祷，救赎阮、怜悯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生命的光，你照光阮头前的路，互阮通脱离黑暗，来进入光明。主啊！你互阮明白你的心意，也找圣神帮助阮，引带阮行伫正路，无偏离。主啊！因为你的话就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紧照你的话来行的，就是伫你的光明中。主啊！这个世间充满艰难、困苦、黑暗，总是若是阮要照正直来行，求你救赎阮，怜悯阮。求你互阮的脚徛伫边塔的所在，阮就要伫圣会中来称赞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